伫新德县有一搭建案边的车路，总是破一个足大的坑，已经是这附近破第5摆啊。初步判断是因为建商挖地下室抽地下水所造成的，而且这个建案原底是干那要起13楼悬尔，打算起甲变做有32层楼悬，就面带咧质疑县府和建商有交结。库拉顶悬已经互人盖一块篷布，新德县德北市这个建案。工地边仔的路，自施工以来，附近已经发生过5摆崩塌，住附近的民众感觉真受气。很怕走到一半突然掉下去。当初我们居民的担心就是现在发生。昨天公务处长说，对啊，地下涌泉水被抽走了，所以瘫了。那我们当初已经提醒你不能这样抽啦。有哪一个县政府，有哪一个公家机关可以让一个地方的附近的这一个建案的一个区段？可以在这边摊卸5、6次。虽然目前工地已经停工，不过当地自救会成员表示，原本干那起13楼的建案，经过建设公司提案，竟然直接变更做32层楼高的大楼。新德县议会民进党团也针对这点提出质疑。都市计划委员会强行通过风采520这个土地使用分区的变更哦，让原本仅是13层楼的商场建筑长高到35层楼的综合住商建筑物哦。建筑法里面的一个容积的概念。它原来的高度可能是比较矮，但是它的体积量体是比较大。那它现在可能在变更的过程中，它把一部分的容积的量从低楼层往上去做一个调整。建商下晡发出声明，讲建案的工地拢无崩塌，认为这届意外参建案无直接的关系。不过新德县干务处初步判断，是因为建商挖地下室抽地下水造成的。然而新德县政府嘛，甲这个事件立案立管，讲会配合新德检方的调查。等鉴定报告出来，厘清原因，解决问题，还有附近民众一个安全的环境。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。